生活伫大自然的野生动物，一旦栖地遭受到迫害，就可能会引发到生存的危机。金门有真侪特殊的野生动物，有金龟、缅甸蟒蛇、中华白海猪，也有台湾本岛所无的后鸭水獭。但是落杀、敲打、致盲案事件，严重来威胁到这动物的性命。金门县野生动物救援甲保育协会为2016年到2023年的年底，总共救超过3000只野生动物，成功野放的数量嘛超过1800只。2021年，外岛唯一的野生动物救伤站伫金门正式来成立。咱就来去金门来看野生动物救伤的行动，来看兽医师甲保育员共同展开外岛积极救援。不同于一般的猫狗，这些野生动物其实很少人跟帮他们发声啊。其实面临的问题，应该还是栖地的破坏。救伤最重要的目的，反而是阻止动物再进到救伤站里面来。查明死因就会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因为这个是这只动物它要告诉你的讯息。动物它们出去野放的那个瞬间，是最大的成就感。9201班机飞往金门樟宜机场，抵达的时间目前看起来是在早上的9点30分。目前机场附近的天气是下着小雨气温在22度的摄氏度。伫阮到位的同时，掠蛇专家嘛骑乌托摆，将多位鸡寮附近河网填条的缅甸蟒蛇紧急送到金门岛上，伫金湖镇的野生动物救伤站。他把那个头用布包着，也是鸡舍哦。对，鸡舍旁边。这是什么蛇？缅甸蟒。缅甸蟒。对。它是缠住网子有没有？整个被网子缠住。对啊，它缠住我们，然后要把它剪开啊。好，谢谢。条件的缅甸蟒，伫救伤站的兽医师甲保育人员的协助下，为布袋出身，勇健天真。这是在鸡舍里面还是外面？外面哦。这是民众报案，然后我们去帮民众处理的。鸡舍缠网也很多。接下来一连串的检查作业又随个开始。4.86。所以未成年幼，好尖啊！完整的。对216。就是帮它补充一些水分，对。对，因为它有时候缠网时间比较长，有时候会脱水。缅甸蟒是世界上上大型的蛇类之一，分布范围主要伫东南亚，金门岛上嘛是其中一个专门活跃地点。最后再放。可以。就天气开始越来越热，爬虫类的活动就会更频繁。对。美丽吉生丹婷是金门人，嘛是目前救伤站唯一的兽医师。我觉得医治动物的心情应该每个兽医都一样，就是想尽各种可能的方式要把它救回来，就是专心想说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方式我可以去让它过得好一点这样子。为家乡金门贡献所学，是伫离岛日常生活重要的快乐来源。除了去救这些落难的野生动物之外，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我们把这些动物它为什么会受伤，然后的这些原因告诉金门的在地民众，甚至是台湾的民众，就是做救伤最重要的目的，反而是阻止动物再进到救伤站里面来。位在金门金湖镇这个废弃的军营，过去它是虎啸部队驻扎的营区，也是现在岛上唯一的野生动物急救站。保育员加上兽医师这些年来持续守护离岛的落难动物，期待他们有一天可以健康的重回野外栖地。
1130406跟11304072只麻雀，那个粘蝇纸的胶都洗掉了。那等一下我检查一下之后，可以的话应该就可以野放。毕竟那天洗了好多次，应该都掉了。好。对，这只比较个性比较。复原状况不错。对啊。飞行能力也很好。没错。这天工作人员准备将为胡新廉抢救回来2只七鸟仔分钟回车地，但搁伫野放进前，都要过先通过一连串的测试，才会当放行。飞行的能力是没有什么问题。兽医师问几啊摆拢抓袂到，代表这只七鸟的飞行能力通过试验。哦，碰到它了，但是。哦，难怪我们难抓，它是老的那一只。好，会长11.7，头长31.2，最大翼长71，转出来。好。傻眼。怎么办？那个挡路。就慢慢走。我旁边好了。绕路了。应该可以到后面一点，树木比较多一点的地方。因为它是在这间餐厅被捡到。错误，拜拜。马上加入他们。照相服员归队的2只七鸟仔，会识真情的飞，再次重回因熟悉大自然。开始它是在这间餐厅的外面被捡到，那我们野放通常都会挑拾获地点的附近做野放。金门县野生动物救援甲保育协会为2015年成立以来，负责离岛即时的救援任务。2021年救伤站成立，这嘛是离岛唯一，嘛是金门守护野生动物的最前线。动物其实面临的问题还是栖地的破坏，会有开发建设嘛？就是使用到栖地的时候，可能我们工程设计或是在动工的过程，没有那么谨慎的去避开落难的事件，会比较频繁的发生。好，我等下把这剪断。八年级生吴俊伟，大学读的是生物资源系，5岁之前伊拢伫金门生活，即马青年返乡，成为救伤站的保育员。蛇类的话，其实我在大学的时候根本没有接触过，然后其实我刚来的时候也是很怕，然后来第2天就被咬了，就是被一只很大只的缅甸蟒咬，然后就手都是血啊。但其实我发现后来被咬过一次，不知道后面就是觉得好像没有想象中的痛，所以就有比较勇敢。对，我拉这边，我拉这边。好，来袋子给我。如果是健康的蛇类，其实我们就是刚刚的测量动作，就是会做一些长度啊、体重还有性别这些去做记录。那记录完之后，就会选比较没有人的地方，然后去做野放。为2016年到2023年底，因总共解救金门岛上2312只活体野生动物，成功野放的数量超过1800只。因无经过通报，发现已经死亡的个体数嘛有702只。有水獭在那边就是被车撞到，然后后来他们才引起了就是整个金门县政府的关注。只要有水獭在这边死掉以后，他们才会关注到，才会发现这个水域曾经会有水獭可能活动，然后不小心不知道为什么
跑上了陆地。因为伫台湾本岛分布真快，后下水塔活动范围大部分伫海拔1500公尺以下溪流河川。目前，敢若伫金门本岛有稳定的族群，已经被列为台湾要绝种的野生动物。自己来阳明湖，其实应该都还有水獭在活动啊。对，然后我们可以看看今天水獭有没有出来这样子，有没有它的痕迹之类的。看看排遗，那因为这边上面是水泥地，所以其实也不太容易留下脚印。它脚印比较容易留下来就是沙地，就是比较干干的沙地这样子。对啊，因为这边上来就是整个都是那个水泥的状态，所以它可能会留下痕迹，但是一下就干了这样子。这边有好几台自动相机，这边有一台，然后其实桥下也有，对，那个柱子那边也有自动相机。大概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状况。我在想说前面另外那一条路，因为现在退潮了，其实我们可以走海边过去会比较好走。所以之前这边会有那种海豚搁浅。哦，所以2023年就去年的时候啊，我们在这边发现了至少3、4起的海豚搁浅，对，然后是到时候我们过去一点有战车的地方，通常都在那附近，对，那也有可能是因为海流的关系，所以它不一定在这里死，但是它这样海流漂，然后到那边被民众发现。我们这边救伤第一名的可能就是车祸。车祸就是道路的密度，然后跟用路人的部分，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每条道路跟林子其实是蛮接近的，所以车祸是第一名的。危机的部分可能就是很多也是都跟人为有关，譬如说缠网、窗纱，这些都是人跟兽中间的冲突。来了！哇！两只！海中靠浅，公路路杀，这可能拢是野生动物致命危机。对，因为你会一直需要接触动物的生死，但其实在照养过程中，对动物没有感情是不可能。虽然说我们必须要保持说，尽量对每只动物都是不要抱太多的情感投入之类的，对，但就是你还是会有点的感情会产生，对，因为还是有一些成功案例，所以它可能是有一种互相补偿的。因为有些动物其实在照养过程中就是很可爱，那看到那些画面，其实你也会稍微有一点被疗愈嘛。因做伙守护金门岛上的动物救伤站，唔那是医疗守护，教育才是就是保育的关键。还在读兽医系的时候，其实你就已经会开始接触到一些医疗的极限。兽医也不是神，就是我们没有办法什么状况都处理到，就它可以恢复。对，很多疾病它是真的就是没办法，只能一步一步走向死亡。我觉得虽然没办法救活它，难过是一定会有，但是更重要的事情是你要怎么样去做才不会对不起这只动物。那我觉得查明死因就会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因为这个是这只动物它要告诉你的讯息。那这个讯息我可以再告诉更多的人，那它的死就不会白费。我觉得动物可能都不太会认为这是一种享受。我觉得他们如果可以选择，他们应该也会想要就是在野外自己好好的就是吃东西。大家好，我是曹红莹，我来自台北市。透过救助这些野生动物，学习到一些救助的知识、救伤的知识，然后还有了解到他们平常有遇到什么样的困境，还有如何去改善这样子的情况。这样，无论来自叨一个都市，因伫金门做伙为野生动物的生存继续奋战。这个可能还要再1、2天，这个颜色还不够黑。救伤这个角度，不管是使命感上，或是觉得，我个人是觉得非常的喜欢，因为有很多的动物可能一辈子你都看不到、摸不到，不同于一般的猫狗，它们可能有饲主，有人帮它们照顾喂养，可是这些野生动物其实很少人跟帮它们发声嘛，让这些动物有比较
好的机会可以回到野外去。那这当然就是一个保育的行动。这些动物它想告诉我们的讯息是什么？那我们之后可以怎么做？对，那这其实才是把救伤这件事情的影响力放大。离岛唯一的野生动物救伤站，所有成员共同负责保育甲教育的责任，期待人甲栖地生物在同一个世界互相依偎，彼此共好。